毕业典礼是学生读册过程中上界重要的一天，因为疫情关系，众多活动是一项一项取消。为了卖互这学生留这个遗憾，南投高中缩小规模办第77届实体毕业典礼，并且正体贴，为确诊无法度到现场参加的同学，同步进行线顶的转播，或者毕业生拢会使留下美好的回忆。 南投高中伫今年第77届毕业典礼做出创新，唔但举办实体典礼，嘛为无参加的毕业生进行现场转播，互大家拢会当无留遗憾。感谢所有的老师，还有行政团队的努力，让我们的高三能够度过一个属于他们自的日子。 这摆毕业典礼对纪念册制作到现场的主视觉，拢是学生克服疫情做伙完成。伫这种状况，阁会使参加实体毕业典礼，嘛，互毕业生真感动。很幸运这一次可以就是有实体的毕业典礼。在这么不完美的情况下，能有一个完美，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替南投高中每一位学生感到非常高兴。毕业快乐！ 虽然有学生确诊无法度参加实体典礼，不过相信所有无完整，拢会使伫日后为毕业生道出上完美的青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